桃园的社会主体已经有11栋，将近4000户。去年中路2号的厝势起4成，8月1号伫10月31开始，嘛风声讲厝势嘛要起6成，引起反弹。主体发展处是表示讲，目前因的研究讲厝势调整的方案，也毋过伫明年6月底进前原本的厝卡厝势未起。 整齐的社区规划，桃园8地1号社会主体伫个建设路，交通甲生活机能拢真方便。毋过，拢总3年合约就伫要到期，传出租金要起价，平均起约要6成，也引起这厝卡不满，感觉租金起价真惊人，失去照顾厝买袂起弱势族群的好意。有的涨1万块，有的涨5000块，吓死人了！没有那个能力才来住这里。 有能力，人家去外面住了啊！一次涨那么多，我们去外面住不是很好？什么叫做社会住宅，对不对？这太离谱了啊！就生活步调都已经乱了啊！为什么不在签约的那时候赶快告知，让我们住户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做个准备啊？ 主体发展处表示，中路2号是桃园第一个入去大的社会主体，拢总212户，去年起价幅度平均差不多4成，9成的住户有继续租。第二个是8地1号，拢总是418户，其中184户头一批入去大，租约会伫10月31到期。明年4月8地2号租期原来会到期。近年来，因为物价跟管理成本大幅的上涨，旧的租金已经不符合维管的需求。 经过参考3家估价公司所估出来的市场租金行情及物业管理的成本，针对厝卡对起厝租的不满，主体发展处表示，已经开始研究调整方案，会建立合理、透明、会当预测的租金核算机制，嘛会考虑正式户、一般户加薪水的差别。一定明年4月公布新的方案，租金伫明年6月30到期的，拢会当用原租金继续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